接下来是就任礼，我们要欢迎我们本堂的传道，潘慧珍传道，我们一起鼓掌欢迎。好，弟兄姐妹，牧师在这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潘传道。那事实上他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来报道了啊，5月15号就已经来报道。那因为当天我不在了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及时的发证书给我们的这个潘传道。那潘传道在我们2013年的时候的暑假就在我们这边实习过2个月的时间。那虽然时间很短，那但是他很有勇气哈，他一毕业就到这个印尼去实习这个宣教工作。那也是我们的熟言传道把他送过去的啊。这个，所以他们有这个革命情感跟渊源在。好，那我相信我们的潘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会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帮助跟一些的属灵上的一些的带领，也让弟兄姐妹对他有一些的认识。那他现在目前会安排在我们的青年牧区跟儿童牧区这边来做侍奉。好，所以我们在青年牧区跟儿童牧区这边，我们需要有一位的传道来兼顾他们，让他们在年轻跟年幼的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啊。那执事会我们聘了这个我们的潘传道，让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堂聘传道，那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各样的事工上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颁发我们的这个聘书哈，我们的这个传道的聘书给我们的传道。好了，请看。对。好，谢谢。等一下，还不要走啊。表明说我们这个有给他正式的认证哈。那当然，因为他从上个礼拜就已经来了啊，所以他的上面日期是写15号。那很抱歉，我们延了1个礼拜再给他聘书。那我们期待他在服事上能够使我们更加的得力蒙恩。那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好吗？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传道来祷告，让他可以在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圣灵与他同在，让他在牧养上面，他的手中的巧妙，心中的智慧，能够来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青少年。当然，他也正在认识大家。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让他有智慧、聪明的灵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着我们的潘传道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上帝，为我们预备奇妙的事，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我们的潘传道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慧珍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能够来带领我们的年轻人、青少年，带领我们的儿童，让他们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到他们长大都不忘记。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服事上能够一起配搭同工蒙恩，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多来支持我们的青年跟儿童的事工，好让我们青年跟儿童的事工能够更加的成长，也带领我们的潘传道，给他有聪明智慧能力，有圣灵来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在他的心中，让他能够来牧养主你的小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所以我们的潘传道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跟接纳他。主啊，你也施恩来看顾，让潘传道能够协助教会的牧养，让弟兄姐妹因他得祝福得帮助。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姐妹，我们再一次的拍手了，欢迎他。好，请坐，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学员传道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建立父母与儿女的关系。我们将时间交给学员传道。主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在这里，我们要
听上帝的话语。我们首先向上帝祷告，来，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你不断的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们，也是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名的圣徒。谢谢主耶稣，现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理解你的心意，帮助我们实行你的命令。谢谢主耶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放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题目就是在主基督里建立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在主基督里建立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有的是孩子们，对吗？我们是孩子们，对吗？有的在我们当中也是身为父母，对吗 ？OK， 那我们都再次读这个经文，一起念：1、2、3。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所理当然的。要是你得福，在地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好。弟兄姊妹们，请问父母与儿女好的关系是理所当然吗？父母与儿女好的关系是理所当然吗？谁说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举举手。OK， 谁不同意？继续说，继续说。哦 ，OK， 哦，在上面也是有啊。OK， 也是事情也说不是理所当然，代表学情在上面。OK， 好，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呢？父母和儿女的好关系是理所当然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最大声的可能是更有信心的，最有信心的。对呀 ，OK，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1到第4节的经文，就是上文的部分有讨论这个题目。上文就是以弗所书第6章第1到第4节的上文有讨论一些题目。第一呢，讨论关于救恩，就是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9节，救恩。对。那第二个题目就是讨论关于新人，就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24节。那第三个题目就是关于做光明的子女，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所以从这个题目，我们能够理解，其实父母和儿女的好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父母和儿女的好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人都犯了罪。我们从创世纪能够看到，当罪进入人类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呢？马上夫妻关系破碎了，对吗？亚当跟夏娃的关系马上破裂，他们本来是彼此相爱，但是后来
当罪进入他们的世界，马上亚当拐谁？拐谁？是上帝，是你给我的女生，就是他让我犯罪。哇，亚当不要负责任。那后来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呢？哥哥杀弟弟，哇，这个很恐怖啊，很可怕啊。所以我们知道，从罪进入人类的世界中，那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到，当耶稣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以弗所书第6章第1到第4节，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当上帝给儿女的命令，也是有很重要的强调，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后来孝敬父母。那当上帝给父母的命令，上帝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是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教育他们。所以在这里，在主里也是照着主的。从这里我们能够学习，无论父母，无论孩子，当他们要顺服上帝的命令，都要在主基督里做的，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实行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或父母或孩子都不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所以呢，如果父母跟孩子们、儿女们想遵行上帝的命令，就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到第4节，关于建立父母和儿女好的关系的命令。那首先，父母与儿女每个人都要对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这个有个人的关系，有个人的关系。父母要与上帝有个人的关系，儿女也是跟主耶稣要有个人的关系。父母先能够要有经历到救恩，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先要经历救恩，就是他成为上帝的儿女。后来他也经历怎么成为新人，后来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他的责任就是做光明的子女。对，那我们也同样跟儿女也是这样，儿女也是这样，他们也是要跟上帝有个人的关系。每个孩子要有跟上帝有个人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们，结果呢，父母当他实行上帝的命令，他向上帝负责任，孩子们也是如此。当他们实行上帝的命令，就是他们向上帝要负责任。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图画。那弟兄姊妹们，想问，父母的义务是什么呢？儿女的义务是什么呢？可能说，儿女的义务就是做功课，帮助妈妈，是这样的吗？对，那个也是对啊，那个是可以的。但是本来是身为儿女有很重要的命令，上帝给儿女的命令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什么？立刻听从
父母，立刻听从父母。弟兄姐妹们，当上帝给我们这个命令，就是在旧约已经有了，对吗？就是在哪一个经文？在哪一个书卷？创世纪？不是，出埃及记。是的，在出埃及记20章，就是呀，对，在出埃及记20章，记载就是10诫，10诫。那10诫如果有10诫的话，如果你们要排列那个10诫，大家要5个，还是怎么样？10个、6个，哪一个？大家选哪一个？谁选要排列5个？看起来比较平衡，就是5个这样吗？还是大家要排列10条跟6条，哪一个？谁 ？OK， 哪一个对啊？牧师，我不知道。OK， 大家是这样的呀，就是有